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12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A G 预防社对今日开始扩大注射，中央甲地方的首长拢带头去做。高雄向向停水，影响3万户甲工业区。若台中是咧欠水，水道水管阁破去，流甲全世界。中国日头用武力威胁台湾，美国是警告讲，变相想要用武力改变现状。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送到咱台湾的 AZ 预防社注射率并无按算的遐尼悬。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讲，对今日开始要扩大予中央甲地方的防疫人员大型注射。若各县市的首长早起嘛拢带头去病院做。严格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话讲甲真白，伊讲市长带头来增加大家去注射意愿。头一批来台的新冠肺炎 AZ 疫苗注射率无像原先预期，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0日起扩大开放中央甲地方政府防疫人员注射，早起各县市首长拢带头注射。桃园市长郑文灿是透早8点就到卫福部伫桃园病院注射，加做愿意注射的10个县市首长中的头一个。第一梯次的医护人员的施打目前还算顺利，那么施打率已经超过50%多。去打的时候没感觉，5ml的一瓶可以打10个人，一个人只有0.5ml。市长带头注疫苗，感谢会当提悬民众注射意愿，共款到病院注 AZ 疫苗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讲白，佢表示目前注射率低是因为疫苗数少，甲病情还未解禁。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家己做去注疫苗，敢是达到首长的头香无重要。老实讲我知道今天的问题是没有疫苗，不是大家不打。我在边境一打开。大家还是乖乖要打，还有一点嘛，你要不要一辈子戴口罩？当施打率不高的时候，地方首长或是中央首长有责任带头施打。上了战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新北市长林志坚也注疫苗，罗秀燕做完行程照行，林志坚秀出健保卡，疫苗注给大抓，呼吁民众把握机会注疫苗。好，都是一件好事。第一个，至少对国家的这个疫苗政策是表示支持。心情很这个平静哦，但是打完之后感觉自己这个免疫力增强。六都市长剩高雄市长陈其迈，这2天爱去议会避巡，所以安排第14次。台南市长吴敏德有定第16去做。记者综合报道。那今日咱国内是新增加一例对日本带病入境来咱台湾的病例，目前咱全台湾计共1058例。那 AZ 预防社是对今仔日开始扩大注射，大约有61万人下注格。针对咱台湾向 COVAX 买台买到差不多20万人的预防社，即马嘛已经完成检验，按算伫拜3的时，就配送到全台湾的病院。注射针就会当增加身体保护力，预防感染新冠病毒。新冠 AZ 疫苗8月10日起扩大注射第一天，警消人员也列入优先注射对象。一透早就有人到卫福部桃园病院登记注射。我平常的工作任务是会在机场的第一线来检查旅客们的行李，然后因为我们在高风险的第一线，我对疫苗有信心，所以我就来进行施打。从机场或者是检疫旅馆这些，或是医院的地方做后送，所以我们也算是高接触风险的人员这样。那这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来打疫苗。另外，也有国际航空机组人员报名注射，因希望指挥中心会当放宽检疫规定，让主管疫苗的机组员会当缩短地处检疫时间。就飞行组员部分，将近有60%的人已经同意接种。这1年多来，大家在这种不是飞行就是隔离的情况之下，身心真的是受创很严重。咱国头一批为 COVAX 分配到会19.92万剂 AZ 疫苗，是后经过1礼拜的检验风检，无菌测试完成检验，会当放行。预计拜30时就会当将疫苗配送到全台各病院，因为这批疫苗效期只到5月31日，比顶一批的 AZ 疫苗效期更加短，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这批疫苗将优先配送、优先注射。先让这一批先打，然后我们还有剩下到6月15号的疫苗，这个后面还可以再打。
此外，顶礼拜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将释出1万支 AZ 疫苗自费注射。指挥中心表示，自费疫苗部分也咧甲病院协调，包括公费自费自安全处理，甲自费收出项目等行政细节，看拜三敢会当定案说明。另外，白流专案首发团采检的结果也出来，100名团员 PCR 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水情案。高雄并无分区限水，也毋过中昼的时雪向向停水，因为高雄净水厂跳电，造成大寮、凤山、大树大约有3万户无水通用，嘛影响当地2个工业区。讲爱等到明暝下暗7点半，水才会来。临时停水，临时停水。这路头全开无甲一滴水，即户邻居也共款，要人要去大楼洗水塔，因为无水爱先伫楼骹，水装好才发到去。高雄大寮区山顶里全力停水，厝内底无水塔民众和停水拢惊一个，也为讲高雄提早来进行限水的做法。哦，我里面打电话来，讲你顶啊是安怎开无水？我讲我唔知影咧。就是规阵啊，差不多3200户的人都无水，就突然间要用水，结果一开水龙头就没有水，这是很少见的状况。我就去找里长问一下，为什么会突然间没有水？是不是因为高屏溪没水了？我们也跟着没水。接到民众通知，里长赶紧来问水公司，才发现讲停水范围不哩大，大寮区、凤山区、大树区、甲合法工业区、万代工业区拢停水到暗时7点半，影响户数超过3万户。造成原因是靠潭湾公园净水厂跳电无落来供水。有这个异物入侵这个配电盘哈，那我们已经针对这个配电盘还有其他的这些用电设备一并做检查。那整个影响户数大概会影响到这个大寮、凤山、大树等地区哈，用户大概有3万户左右。水公司讲会全力来抢修，希望在暗时6点进前全面来恢复供水。若是无法度提前，也伫暗时7点半进前恢复正常。因为这摆停水范围包含2个工业区，所属管理中心讲，厂区内底业者用水大部分是民生用水，加上有水塔，所以讲无受这摆停水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若即阵欠水欠甲上食力的是咱中部，无米兼闰月，佮发生水管憋气、漏水漏甲规世界。早起8点，台中的工业区自来水管漏水、路面积水是有够拍算。台水公司讲，大约是漏20栋，因为水道水管伤旧，加上工业区大车出入入，才会底甲破功。明明出大热，暗过路面的积水却是有几多公分悬。遮尔济水流入去排水沟，欠水的这个时阵，遮尔济自来水白白流掉，互民众感觉真可惜。是因为里面没有水，才到外面看才知道的。出来看有没有觉得说很夸张？整个路面对啊，水很多啊。哦，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浪费。当然很浪费。12早起8点，台中工业区35路发生自来水憋管，附近民众讲一直到10点左右，才有看到工人将水源关起来。工人挖开土骹，找到破气所在，将管线换掉。这管塑胶的塑胶的本来就比较会破。为破气的管线外观来看，出现无规则的破孔，按过材质都是塑胶管线。台水公司表示，初步估计流失的水量差不多20吨。这条管线是250厘米的细条水管，材质是 PVCP 塑胶管，好亲像是工业区，因为大车一直到，再加上管线牢固，才会致使到水管破气。超过年限，然后它这条管线就是说我们有个审查的制度，到那个程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汰换。台水表示，当初为了增加自来水的普及率，采取较好时间的建设管线。不过到即马已经达到使用年限，所以中部地区采取强5天停2天的方式，都是避免伤接的压力无平均，造成憋管。根据台水公司统计，2020年各县市漏水率，台中伫6都当中漏水上严重。目前整体漏水率降到16.83%，会继续偏经费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套用武力威胁咱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美国拢有在关心中国对咱台湾的行为，嘛警告中国连想要用武力改变现状。咱外交部是对美国表示感谢。台美的关系吧，唔那敢若和拜登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嘛分享伊食台湾往来馆的相片。那咱台南市长吴伟哲嘛邀请伊来咱台湾。咱外交部的官员伫立法院嘛有承认讲，蓬佩奥有可能会来咱台湾访问。
中共军机持续扰台，佮加上中国辽宁号伫台海甲美军南并行，升关中国对台军事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节目《惠阳新闻》界访问的时阵，坦白讲，美国关心中国对台湾的步步进逼行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长期承诺，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再一次声明，美国坚守这个承诺，佮警告任何人想要用武力改变现状，拢是严重的错误。We have a commitment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 bipartisan commitment that's existed for many, many years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sus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We stand behind those commitments. And all I can tell you is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by force. 我们对国务卿布林肯的这一次的发言表示高度的赞同以及感谢之意。外交部感谢布林肯挺台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是伫社群平台分享伊食台湾往来馆的相片，还佫写身为自由拥护者享用台湾往来馆，包括着屏东县长潘明安、台南市长黄伟哲，拢伫个文章下边留话。黄伟哲佫邀请伊直接来产地享受自由甲食往来。今年前国务卿庞皮欧访问台湾的几率大不大？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正往这方面努力。那所以几率很大喽。是。蓬佩奥渴望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也证实，蓬佩奥已经甲咱驻美代表萧美琴伫双上园见过面，这是真好的迹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德鲁古事故死伤惨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成立专案小组，今仔日伊嘛去视察台铁边坡的改善工程，地点包括宜兰的苏澳、新北市的公仔寮，也有平溪。台铁的代理局长基文忠是讲，会伫咱全台湾25大山架到警示系统来防止有物件落伫铁轨路。钢件、地毛钢件。徛伫铁轨路边坡边啊，详细听简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立委早起来到宜兰苏澳段来考察，对着台铁边坡工程施作的情形，甲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的计划执行状况来进行了解。没有做好100%的公安100%的落实的话，就不可能给国人100%的安全。相关的机制跟法规，还有行政的作业，其实应该都有序名。但是怎么样去落实执行，魔鬼藏在细节里，这是我们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责无旁贷，一定要来积极的要求。立委表示，即摆泰鲁阁号火车落尾事件凸显的公共工程问题，希望台铁对即摆教训，未来在监督专案管理单位甲承包商中间，原本应该互相监督职责，拢爱确实来落实。台铁代理局长基文忠是讲，伫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的计划中，关于边坡安全总共有15个所在，1个所在已经完工，9个所在正伫施工，其中9个所在施工的有3个所在，亲像有台铁泰鲁阁号事故，属有上边坡整地工程已经要求停工，另外也会在全台25个所在装设边坡警示系统，有物件走入去的监测系统也爱随装设。这一次的案例告诉我们，其实异物闯入的监测系统，或者直接快速的告警系统，也应该要重视，而且要即刻来启动。这回台铁泰鲁阁号火车落尾事件造成严重的死伤，交通部长林佳龙在司法第一时间就讲会负起所有政治的责任，早起到台东来慰问伤者甲罹难者家属时阵强调，已经提出书面的示定，希望中国成全。政治上的责任以及善后的责任，那这个已经陆续告一个段落，我也表达我自己这个很清楚的决定也希望长官能够成全。林佳龙表示，对这摆重大事故，交通部已经成立跨越保障关怀工作小组，建立1对1的窗口，保障相关人士应该为宽裕。而未来规划，即阵也无想法。关于林佳龙的示定，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即阵也未批准，会等待善后的工作过一段落了后，再甲林佳龙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台铁德鲁古发生重大意外，李启祥捌做过的相关的工程，即马嘛好拢互提出来检视。其中李启祥因过员工即马就亚讲，伫德鲁古国家公园内底，也佫有苏花公路的一寡工程，李启祥拢有去冒，而且佫有偷工减料的状况。台管处嘛讲，因即马当地清查，看有冒偌济工程。泰鲁阁号伫清水泵坑发生事故了后，李启祥前员工就感觉真不安，因为以前伫议程行做上班时，李启祥不知去靠员工薪水，就连看着工程品质甲用路安全的保证也偷工减料。燕子口在天祥那边，然后包括南方湾那带嘛，那个牌子全部是用借的，3米的圆铆钉嘛，都给它切到1米半。
300多只有150只，全部都是1米半。灌浆的话，只有5、6只有灌，其他都没灌浆。这指控和用路人甲附近民众真烦恼，唔知什么时阵会发生灾难，呼吁相关单位应该主动介入调查。有疑虑就要去查，不能等事情发生才来检讨啊。可能要去确认一下这事实到底在施工上面，是不是有做到验收该做的一些确认的动作。台管处表示，李义雄参加的标案只有105年，苏花公路泰鲁高架天上下流地区设施改善工程，只有停车场路面铺设无占道设施更新，不过无法度确认是不是佮为其他厂商分包。如果涉及泰管处相关的地点的工程，那是否涉及异响营造有限公司它不法分包或者其他不法的情事我们会彻查。除了泰鲁高架工程外，另外在苏花公路和平段、苏湖段拢有李义雄参加工程，确实为复检守护李义雄所做的工程，若是有偷工减料，恐惊影响到相关的检修单位。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伫今仔日中昼到嘉义新港，下暗要自驾伫奉天宫，按算有20万的信徒会去新港拜拜。虽讲咱国内疫情控制较袂歹，不过庙方也是呼吁大家入庙拜拜，定着爱挂嘴安。而且即摆是因为欠水，所以食平安餐是改用纸碗，嘛减少病毒烧味。闹热炮仔声，大甲妈新桥甲西景队伍，中昼的时阵来到嘉义新港。真来接驾地方人士甲信众，甲轮仔桥客甲甜，连要去奉天宫的路头嘛是人踏人。今年是走的比较多，然后车子也都差不多。车子去年跟今年都一样多，是人去年没有来的，今年都有出来走。来新港条件就是一直承诺就是承诺咱做好代志，承诺咱全部做好，承诺妈祖保庇，甲求咱这个观音台，但莫着咱咧边缘路咱山内。今年是大甲妈来嘉义县新港西景进香第34年。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迟来举办。虽然今年疫情有状况有较转好，但是嘉义县政府也是提早几日就进行消毒的工作。奉天宫嘛改用一届性的餐具，减少病毒的传播。今年人较多，安怎讲哈？今年迄阵咱起价就是拜5暗嘛，拄着拜6礼拜，所以放假人算多。我们去年有一次的经验，怎么样防疫，怎么做相关的一些措施啊，我们都做得非常好。那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信徒安心的到新港。新港3月迎妈祖的活动为大甲妈来到新港正式开始。奉天宫表示，煞来阁有彰化西丽公庙来新港进香，嘛希望透过一年一摆的宗教活动，顺续为地方带来一寡商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日本政府按算伫明仔载要开会，要讨论甲福岛核废水透爆了后排入海里，这是引起日本渔民的不满。咱外交部嘛讲，按照咱两国进前签的备忘录，日本爱先通知咱台湾当时要漏水。那环保团体是烦恼讲，日本若安尼生做，后壁会袂收煞的，所以国际上已经咧联署要表示反对。日本3.11大地当10年啊，福岛第一核电厂继续产生核废水。日本政府13将召开会期，决定将透爆了后的核废水排入海，目标是2年了后开始排放。这个提案唔但让日本当地渔民强烈的反弹，4个位国家也呼吁日本三思。咱国外交部以代志2014年要签署备忘录，日本应该先甲咱国讲。我们去了一个电报，请我们驻日代表处跟日本表示关切，然后了解它的进程。我们在103年跟日本也签订了一个所谓核子能源资讯的交换备忘录。如果他们要做任何的改变，应该要先通知我们。2014年，台日签订的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主要是双方伫核能安全管制的经验甲技术交流，像电厂安全、紧急应变、放射防护、放射性废物管理甲电厂度药等，提供长期稳固的依据。核废水排入海，原定会解除2年前就要向日本表达关切。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以后，他们就定期的把一些相关的数据，就是他们检测的一些数据。就是海水的取样的数据等等的之类，都有透过我们的驻日代表处转回给台湾。虽然我们说海的容量很大，辐射废水会被稀释，但它毕竟是自然界没有的物质。
在自然界没有的物质，你要排放这么大量，大概有124万吨的污水到海里，它后续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会如何，也没有办法做监测，因为海流是在整个海洋里面这样子流动的。虽然日本政府强调，若采取行动，核废水中的氚会透过甲国家标准用稳的上大浓度2.5帕，才排入海洋，严格环团有关烦恼，累一开就无法度收煞。国际间已经展开连锁反对，有了400-300外的团体参与，希望日本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74届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受疫情影响，改伫线顶颁奖。华裔女导演赵婷的电影《游牧人生》摕到4项大奖，是上高的。那咱台湾之光伫美国的导演李安是摕到终身成就奖。第74届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的终身成就奖颁予台湾带美国的大导演李安。主办单位安排李安进军国际影坛的头一部作品，所合作的出名演员小格兰担任颁奖的引言人，讲话以声色趣味、高高气正出名的小格兰，个人我也无互观众失望。BAFTA's classiest award goes to arguably world cinema's classiest filmmaker, as well as, and I can testify to this, one of its classiest individuals, the great Ang Lee. His career has been almost preposterously successful.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eople like me who likes to look up your rivals and contemporaries on Rotten Tomatoes and rejoice in their splats, you will be sorely disappointed with Ang because his page is just a sea of red. 现年66岁李安是伫任天堂王牌设计师宫本茂，甲日本游戏制造人小岛秀夫了后，第3位得到这项荣誉的亚洲人，原来是华人影坛的头一个。England has been particularly good to me in my career. Like Britain was the only market where the Ice Storm made any money, and of course, Sense and Sensibility, which was like a second film school for me. I could only communicate in short sentences. The comment I gave the actors were very concise, direct, and honest. The cast was competing to see who would get the most rude remark from me. 亚洲电影界过去这一年伫国际各大影展表现真好。伫美国金球奖了后，华裔女导演赵婷的作品《游牧人生》又搁伫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摕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摄影4大奖，是这届提奖上之一。另外，南韩的国民阿嬷尹汝贞以美国电影《梦想之地》摕到37座国际大奖了后，又搁摕到一座英国的奖杯。Every award is meaningful, but this one, especially recognized by British people, known as very snobbish people, and they approve me as a good actor. So I'm very, very privileged and happy. 现年83岁的英国资深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伫27年后，伫这届电影《父亲扮演失智的患者》，真正的演技摕到最佳男主角奖，是贝福塔历史上上济回影帝。因为防疫理由，今年所有奖项拢以视讯的方式颁发，并且分作2天来公布着得奖的名单。7集颁发技术类的奖项，11颁发主要的奖项。礼拜的典礼除了讲有音乐表演以外，节目一个开始，特别向过身无偌久的爱丁堡公主致敬。菲利普亲王1995年至1996年中间是贝福塔头一位主席，加影艺学院有真心的演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德国总理梅克尔这届做煞了后就袂使搁连任，新总理会是啥人嘛，正做焦点。昨昏梅克尔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参因盟友基督教社会党两党的党主席是做伙开记者会，宣布讲因拢要参选总理的选举，这嘛，互德国9月份的大选，谁人要接班出现变数。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今年任期满了后，袂搁再连任。不过，伊卸任了后的总理大位，敢会由伊目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党主席来接手，即马充满变数。基民党甲盟友基督教社会党约定时间4月11共同开记者会，宣布2位党主席拢要争取做9月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Markus Söder und ich haben vor dem heutigen Tag ein langes Gespräch miteinander geführt. Wir haben unsere Bereitschaft erklärt für die Kanzlerkandidatur. 就算是盟友变对手，基民党主席拉谢特犹原表示，不管是谁赢，拢会做伙合作，表明真有风度。背后恐惊有真侪想法，因为按照惯例，进前拢是由规模较大的基民党派党主席来选总理，不过基社党这摆跳出来争取，原因就是基民党的民调不好。Die Union selber
ist in einer spannenden Situation. Die Umfragen zeigen, es ist deutlich Luft nach oben und es ist schon eine ernst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die in nur 5 Monaten ansteht. 54岁所得是德国政坛的一只乌马。伊所在基社党虽然敢若伫个巴伐利亚邦有影响力，不过伊伫疫情期间挺梅克尔，加上防疫做甲袂歹，声望起甲真紧。相比起来，60岁拉谢特立场偏中，原本互大家认为上会当接受梅克尔的路线，不过双方对防疫政策的无共想法，加上伊执政的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疫情处理了无好，或者今年初才接手基民党党主席的政坛前辈，总理之路充满困难。根据德国媒体的民调，超过50%民众看好所得，拉谢特敢若19%的支持度。梅克尔目前嘛无表态会支持什么人。基民甲基社联盟会伫最近决定派相来选总理，若是所得拍败拉谢特，而且传领基民基社联盟伫大选赢，伊就有可能成为基社党历史上头一位出任总理的党主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一架子60当前的今仔日4月12日，是咱人类头一届成功飞去太空的日子。前苏联空军的飞行员尤里加加林坐东风1号太空船绕地球飞90分钟。当时，伊是侪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也毋过，即阵罗西亚的太空产业已经无遐尔请赢。东方启程载运火箭升空。在苏当时，敢若27岁前苏联空军飞行员尤里加加林入去轨道，设备90分钟了后，转来到地球，成为有史以来头一位入去太空的太空人。对长咧为二战了后的破败争取，而且甲西方冷战、甲军备竞赛前苏联来讲，尤里加加林成为一位100%的国家英雄。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друг стали круче Америки. Мы только в 1945 году победили фашизм, страна еще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сь от этих все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разрушений и поражений в живой силе. 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мы первые. 嘛，因为安尼，这当时解决敢若中尉的飞行员，转来到地球了后，受到迄当时苏联领袖赫鲁雪夫、甲一官员，阁有市民，敢若是看到英雄迄款的欢迎。而且袂少前苏联甲罗西亚的太空领袖辈，嘛受到尤里加加林的启发，参与真侪摆国际太空站的任务。目前已经退休的太空人赫尔奇辛，就是其中的一个。И именно эта лично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мою мечту о будущей профессии. Мне было 2 с небольшим года, когда 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агарин полетел в космос, но... 不过，就伫咧敢若是英雄迄款的欢迎了后，启动尤里加加林伫一摆空军的训练飞行当中，因为摔飞机过身，第年34岁。苏联政府除了举办隆重的国葬，嘛伫咧克里姆林宫围墙边啊设蒙牌，互民众吊祭。甲列宁、史达林等等的前苏联领袖拜做伙，非常的公营。一直到今仔日，罗西亚世界拢会当看到尤里加加林的巨大雕像，甚至有西方的艺术家设计大坝的画像，互少年一辈罗西亚民众会当怀念这位曾经互前苏联真侪公营感的英雄人物。不过，伫冷战甲军备竞赛中失败的苏联，毋若国土分裂。曾经认为是骄傲的太空产业，嘛伫西方国家创新企业直直出现的状况之下，面临前所未见的衰退。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来关心中国的军机直透飞来咱台湾空袭扰乱，到今日下晡4点为止，军事媒阁记录到中国军机飞来10架。也那东沙岛同款受中国的威胁，并嘛同款无平静。国防部为着要强化咱伫东沙岛的防卫能力，顶个月已经启动跑道整修扩建工程。昨日对透早开始到下晡4点为止，中共军机沿讲每1点钟拢侵入咱国西南方 ADIZ， 咱空军是10摆公布来驱离。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已进入我 ADIZ， 将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知计划资料，同一时间，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就伫咧南海伫航行。另外，解放军进前也用无人机侦察东沙岛周围，凸显南海紧张的情势。因应即阵的局势，国防部积极来经营东沙岛。3月中，东沙机场跑道整建工程已经动工，预定明年2月完工。专家是分析，相关的工程应该也包含增加机堡、强化油库等等这方面的防卫的设施。跑道道面使用的年限已经超过了10年以上，容易
造成飞机在执行任务上面的一些安全的考量。可以让飞机可以在那边，就是有比较多的数量可以过夜，或者是增加就是机保，或者是强化油库跟弹库。另外，海军陆战队也轮调驻防，海巡署是部署大约160具的红准火箭弹、无人机、陆军的航舰雷达也拢进驻。学者分析，东沙岛离广东的线头只有100外海里，是南海战略的要地，加上浅大的地形易攻难守，是咱国军事威胁指标上悬的所在之一。它都可以1五1十的这个就近监控中共的美国的相关的所有的军事活动，甚至于说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因为它在东沙岛建立了滩头堡之后，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到达这个地方，所以变成说它是为我所用还是为敌方所用，这个就变成非常重要。学者表示，若是东沙岛和中国提起严重影响台湾的战略，岛上的军事防卫部署必须要继续提升加强化。记者综合报道。乡亲开钱买厝，是买着厝，还是买着公共设施？根据统计，台北市新的建案大楼的公共设施超过35%。政府为着要打压厝价，即马要针对无必要的休闲公共设施，拍算修法调降比例，要来降低厝价。内政部即马正在研究。最近几年，大台北新建案公设比一直抢关破3成，好买厝的人压力沉重。根据自典杂志统计，2020年台北市新建案公设比平均35%，新北市平均公设比33%。内政部研议修法降低公设比。其实那个都很少在用，根本就是在养蚊子啊！我觉得应该要降低啊，因为现在房子那么贵，而且买的几乎都是你房价一半以上都是在买公设啊。政府无法开门卡开关公设比的计算方式，也毋过像楼梯间、机房、多种避难空间，拢是必要性的公设。内政部偏向针对非必要的休闲性公设，像交机厅、娱乐室等，拍算修法降低公设比例。有计下修到几成，内政部也未讲，也毋过帮市专家认为，休闲性公设有市场需求，修法禁止恐惊有难度。必要的公共设施它的比例，可能20几%，或者这个是没办法回避的。但是如果把这一些奢侈性的，这一些把它一直加上去了，购物者他在使用上的一些有的用不到这一些部分我们会来做相关检讨。可是有些消费者他确实是需要这些公设，休闲公设，以目前来讲，它确实会增加购物负担，没错，但是它同时也会提升生活品质。但是降低公设比能不能降低房价呢？这可能是2回事啦，可能把价格回灌到房价或者回灌到车位。也毋过，房市专家建议，会当调向检讨建筑技术规则有关免计用值规定，避免建商突然失足公设。内政部有计5月确定最后修法版本，送行政院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讲，农业用的纸箱仔真欠缺，影响农民销农产品。农委会是表示讲，会去协助调度。若做纸工会是讲，因为最近国际纸箱的欠货叫无了，计销嘛起一成，生产线直直拍嘛做袂赴高，所以要爱纸箱仔，恐惊搁爱稍等一下。资源回收厂4家拢是这外地的纸箱仔，准备回收做纸箱，结果来利用。扣纸箱的民众表示，最近回收的计数已经起1块了。往上升，国际盘价的关系涨快。回收纸箱的计数小可起价，主要是国际废纸的计数拢落袂落来，加上国际纸箱的计数起价，互伫农用的纸箱也传出欠货。国内立委指出，国内农用的纸箱欠货，农产品无纸箱通包装。做纸箱的厂商跟我讲，他根本买不到材料，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农民去跟厂商订购纸箱，通常要等到3个月、4个月，甚至还有更长的。我没有纸箱可以装，我根本没有办法宅配，我也没有办法去货运去送，那这怎么办？就是请公版来营运纸厂联络，就主要是在南部地区、嘉南地区已经有请了一个那个正农纸厂，1000箱以上的他们会来帮我们优先供给给我们农业来使用。其实这个。台湾区纸器工业农业工会表示，最近往来这水库丰收，造成农业的纸箱需求大增加，已经答应会员厂全产能来生产，不过短期内恐惊无法度如期来交货。就货比最多而已，订单太来不及生产而已的，交期被延长了。现在大概1个礼拜10天吧。那有激进，我们还会
那个特殊状况来处理啊。早期工会表示，刷来5月要水泥仔的收成，对纸箱的需求是有增加无减少。加上永丰有这个纸箱大厂会对5月起陆续来太古换新设备，过渡期纸箱的产能恐惊无够，到时阵工业的纸箱恐惊会真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两大外送美食平台富片达甲 Uber Eats 最近拢在改外送员薪水的结果，这是引起一寡外送员烦恼讲因的收入会减少。外送员骑机车伫大街小巷总，希望伫上短时间内将烧滚滚的餐点送到人客手头，相当辛苦。但是即马外送平台富片达一定为这个礼拜5、16开始，针对全台湾外送员改用普通付费机制，互袂少外送员感觉钱愈来愈歹赚。改了新制度，对兼职来说比较跑不到那个量了。比如说你3日可以跑到固定的单量，他才会额外给你金钱。一天至少要40趟的话，3天120趟会有一个奖金，就是以我们全职来算的话，那个奖金才够用。随上富片达早伫今年3月，为着解决远近单钱拢共款这个问题，先伫台中中华南道试办新的接单制度，包括着钱改用初送餐里程计算，也甲累单奖金改半个月计算，变作是逐工结。迄个时阵，捌引起部分外送员不满抗议。后来平台业者听到试办期间外送员的意见了后，决定搁调整单单奖励，为逐工计算改做3工结一改。并且为16开始，全台湾的外送员拢爱用新制度。富片达表示，这个制度的调整主要是要避免过劳驾驶，致使着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提供更较健康的外送环境。另外一间外送平台 Uber Eats 12开始释出着预购车资，互全台湾外送员提早知影讲这偌钱偌济，甚至是店头配上地点地址。会当评估是不是要接单，也调整尖峰甲离峰时段的车资计算。其实还好啦，一点点而已，影响不是很大。远近，然后价钱多少啊？你来看要不要接，但是还是很烂。Uber Eats 表示，新制除了费用结构改变，全新所推出的预购车资，更加会当互外送员依照自身的状况，也甲迄个时阵市场供需的情形来决定安怎接单。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延过18月促转会，今年5月份任期又搁特别满。也毋过进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有讲，伊支持促转会继续运作。今仔日促转会冒开记者会宣布讲，会搁向行政院报告搁延一档。主委杨翠是表示，因为抑搁一寡工课也未做煞，袂使长暂，刷落来重点会放伫追究加害者的责任。那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评估现阶段促转会仍然有展延任务期间的必要。促转会12开记者会宣布，原本伫5月底就要届满的任期，会照促转条例的规定，过来延延一档。主委杨翠讲，延延的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转型政绩袂当长。促转会未来会聚焦于压迫体制跟究责为主的相关工作。那具体的项目包括第一个是厘清压迫体制以及个案调查，那也包括提出加害者处置法案。杨翠表示，现阶段已经对受难者为中心，进入到国家不法甲体制压迫，未来会搁转到压迫体制责任归属为主，所落来求职协力共增加深化法治是重点，嘛因为任务包括侵除维权、推动法治顶顶，需要下机关。所以，独立的立基机关是较适当的方式。正是因为促转会是2级独立机关，具有调查权，得要求机关提出档案，对方不得拒绝。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让相关的机关的档案的这个清查跟解密更为顺利。针对促转会第2届延任，外界质疑促转会若亲像英国万年国会，杨翠表示未直直咧展延。不过民间真足会有员发新闻稿批评促转会的一寡任务，伫第1摆展延的时阵就应该要完成，对因一言再言表达遗憾。记者陈雅文、谢桂林台北报道。地方的消息来关心，台东金樽渔港去年港喙出现济济，对北边流过来沙礁，甲港喙踢掉咧。有50只大细细渔船无法度出入，袂当出去讨海，生计大受影响。
一波一波的海涌为金樽渔港港喙带来沙石，已经伫港喙成做一条沙坡。海水退流，因看到沙石，港内渔船啊拢无法度出海掠鱼。渔民讲，这个情形为旧年底就出现，反映伫要5个月就是看不惯府来清山，50多只渔船啊被迫困伫港内，渔民的生活拢受影响。我们还有一些船员啊，我们船员吃什么？我们老板没有钱，我们都快要卖船了。5个月无收入，已经有人咧卖家产维持生活，也佫有渔民无法度等，要冲出渔港掠鱼。台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做金樽渔港清山设计，目前设计规划案已经通过，工程按算伫19招标，若是顺利，这2个月就会清山。109年我们完成招标之后，110年初开始做设计，那到3月送渔业署审查，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工程已经在做招标的动作。柯家豪表示，金樽渔港渔民受港口墩沙袂当出海掠鱼，应立即由渔种类范围管会协助，向渔业署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道路局发生事故，卫福部就设一个捐款的口座。今仔日是召开头一届委员会议，要讨论这条钱要安怎用。目前这条钱已经收超过8亿啊，卫福部是强调讲，一定会专款专用。泰鲁国号事故造成49个人不幸死亡，卫生福利部设立捐款小户，截至11为止，各界的现金捐款有33万218笔，8亿1410多万。为了管理甲监督捐款，卫生福利部组成捐款管理甲监督委员会，处长李丽芬担任召集人。12点开头一遍委员会议，公布委员会成员包括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这单位，也邀请5位社会公正人士、新秀家属代表参加，外界往哪加注意。一旦有推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赶快的聘请他们来担任我们的委员。有2位，我们有两个名额哈。李丽芬强调，捐款公开透明，专款专用，运用范围针对着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亲像提供辅助金，给因必要的支持、医疗补助这一部分。针对全民健保给付，也有代替的治疗以外，后续所需要的福建辅具，拢会提供医疗协助。若是家庭因为事故无法度提供囡仔读册经费，我那会给因教育协助。捐款除了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连现场看到旅客参加救灾民众，我那会给因心理抚慰金。23岁到45岁。好，其实占了一半，好，大概有25个人，好，那我们是从这个年龄来判断说，他有可能是家庭一个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哈。目前的爱心捐款已经超过8亿1000万，委员会经过评估，初步规划认为捐款金额会当满足需求，捐款期限会提早到15结束。李丽芬表示，委员会每礼拜拢会开会，邀请12个县市代表参加，确保捐款会当确实用伫需要帮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部可旱严重，所以已经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负责供应大台中地区的德基水库，今日早起7点的蓄水量，敢若剩4.58%。当地农民就烦恼讲会影响农作物，所以早起有9户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若南投的地园嘛，因为欠水，今年的春地收成嘛会受影响。为上悬的所在往德基水库看落去，大片的土石拢看现，会当讲是根本看袂到水。甲水位满的时阵是差几啊公尺，互农民是直直讲真罕见，嘛烦恼会去影响到果子树成长。即马是咱的水果会当伫开花的时阵，你若无水，对咱的水果的条果会非常的歹吼。根据水利署的资料，4月12透早7点，德基水库的有效蓄水量，敢若剩854万立方公尺。蓄水率剩4.58%，搁再创下新价纪录。内山地区的果子树甲田地会使讲是无水通好压，农民烦恼恐惊会去影响到果子树的生长。因为中部目前实施1礼拜停水2天的分区送水措施，今仔早起也有举办祈福的仪式。水利署是表示，民生用水有通好冻到5月底。那到上个礼拜的周末大概他们的整个蓄水量2个加起来还有2000多万吨。那德基水库下游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水库，那所以我们对台中的水情不能单以德基水库
来做衡量。另外，伫南投主要的地歇山区嘛，因为无水真困扰，包括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德山、鹿谷、甲信义等等的地区，最近拄好是地球当咧补堰的时阵，毋过因为欠水，造成补堰的比例上低，甚至无法度补堰。农委会主委陈吉中4月12就来到德山的山边等地区关心，农民是真烦恼，会去影响到春地的产量。产量减产哈，无摊慢的定唔加慢，提报给农委会，农委会会来宣布这些地区符合天然现金灾救助，才欢迎所有农民甲乡镇公所去申请。陈吉中表示，目前正在研议要让地球加入保险的作业加速，不过目前欠水是上大的问题，希望接落来春雨会当带来有够的雨量，解透即届的科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来看台中丰原的甜厂大几个水，也毋过受疫情影响，去年餐厅的订单是减真济，加上即马欠水，所以为少农民归去改种别项。也毋过有一个少年农民，伊是坚持继续种甜厂，用心加顾，甜度悬，品质当然就会好。手压低头，伫田里无用采收，拄办出来丰原甜厂是又个青又个脆，真侪消费者拢真介意。去年虽然无做风台，毋过煞因为可花欠水，照顾起来是更加无简单，就要愈认真，才通互遮的葱啊是生了大个水。因为雨水太少，所以用灌溉太湿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它的那个根系腐败，葱苗一直死掉。那今年来讲的话，就是要把水分控制得好。然后又不要让它过于干燥，然后长不大。那整体来讲，今年的葱的品质应该是比往年来讲还不错，因为少了台风来侵袭，所以损害没有那么多。受到疫情影响，遮的餐厅拢减少订单，互袂少农民放弃种植。不过，丰原农会也是继续甲农改场合作，想办法延长葱仔的保存期，拓展餐厅的销路，鼓励农民继续种葱仔。很多餐厅就是关门，所以变成葱的订单变成减少，供给变多，需求变少，然后整个价格就有可能会被压下来，变更低。那整个长期来看，抓起来有时候会不符合成本。那不符合成本，就是很多农民就会想说，就放弃种植大葱这一块。有很多稳定的餐厅还是持续在配合合作中。甜厂比一般的葱仔较大支，江浦人认做是酸仔，其实伊是为日本传入来品种，甜度也较悬。伫丰原农会面册顶悬也常常分享相关的食谱，互民众轻轻松松就会当煮一道好食的葱仔料理。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南投戏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整修好势了后，甲古早电影院的气味拢保留落来，也佮结合现代史件服务。咱来看第3代的头家安怎换老戏院。看工作人员搬全新的音响入来装，南投戏院今年就满100年，头家赶伫咧8年前重新整修，外表保持古早味，内底变数煞通看到生行的电影角色，贩卖部也变做摩登的咖啡厅。是希望复古，但又不要失去大家期待说那种都会影城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做素材上面的选择，我们会去带到一些老的元素，比如说旧窗，然后老砖，这些是复古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去把戏院的元素跟现场做结合，比如我们把以前的那个胶卷框做成吊灯。徛100年历史的南投戏院，伫日本时代叫做月舞台，是几位地方人士合资起造，原底是歌舞厅，后来开始放电影。有日地动了后，南投的人口流失，后来佮拄到网络数位化的挑战，戏院愈来愈歹看，本来佮要卖掉。不过第3代的头家蔡继峰回乡继续经，想办法创新。即马伊佮重新整修，打造更加舒适的环境。很喜欢来这边坐在这边看那老戏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比现在很多在都市的戏院没有办法把它展现出来说一些戏院的一些风格啊。南投戏院行过100年，经过这届整修，新旧元素的结合，唔那看电影的体验会使提升，嘛互民众来遮那看电影，那感受到南投市老戏院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公司台记台全新的电视电影《金钟园的秘密》4月18要伫公司台记台播送。马来西亚来演员刘倩文伫戏中有讲台语，甲咱台湾的演员陈瑜做阵演出白色恐怖时期同性恋的故事，带乡亲咱看大声。金钟园的秘密，招大家来看。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讲理同性恋的故事。4月18暗时8点，就要伫公司台记台来播送。公视台语台作为开台的第一个制作哈，一个自制节目，我觉得，当然要有最进步的思想放进来啊。台湾有足侪马来西亚的侨生，来台湾这片土地，嘛发生足侪故事。这出戏当中，2个女主角分别是台湾演员陈瑜，甲马来西亚演员刘倩文，卖伫戏中用台语来演出。我家是广东人啦，所以来台湾之前就完全一句台语都不会讲。那为了这部戏，就开始学福建话加台语的亏靠，像是 hip 熊这个 hip 这个字，我也就是有一些发音上面，有时候会觉得很不习惯。主要参台湾有关的、参咱土地有关的故事，拢是阮未来台语台要翕的戏剧。不管倒一方面的期待，阮是希望讲台语台是多元化。台语台戏剧品牌台语有影要用台语来讲故事，让台语脱离传统的刻板印象。李东熙表示，未来会有更较侪影视作品来推测，用台语甲台湾的多元性呈现出来。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天气预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8度。来更新未来3天的天气。最后，甲乡亲咱做来去意大利看古城，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